发的是为基督。啊，经第1到第40条。主阮的上帝，愿我会拿听你，因为受起你一切的恩典，你为阮放杀性命，为阮留保护，阮着要选军队你的脚步，为阮互你活伫阮的心中。主啊，求你伫即个世间阮放下所有一切有关阮的定睛伫你的身躯顶愿我所做的一切你的眷纳你欢喜阮所献的一切阮安尼祈祷感谢，我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大家要来做伙敬拜你。阮每一摆进入你的殿宇来敬拜你的时阵，阮的心就欢喜快乐。伫同一个时间内底，公园教会搁一摆诚做一体来敬拜你。因为你以后阮用信心来敬拜你，将阮的礼拜还阁是合你心意的礼拜。愿主你的信心运行伫每一个虔诚牢记你的兄弟中间。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请咱来吟诗学老上帝，信诗38首，学老全任的主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至高的上主啊，你把因大权能甲伸手的手创造天地，伫你无一项袂成的代志。你是慈爱予千万人、至端权能的上帝，万军的耶和华是你的名。你的计划有大本事，做代志有大权能。注目看世间人一切的行为，照大人的所行甲所做的效果来加以报应。伫埃及地显出神迹奇事，一直到今仔日，伫以色列甲别人的中间嘛是安尼，互你得到名声，亲像今仔日安尼。至神至善大慈悲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恶的本性，经做歹，并断行好。阮有真侪软弱，真侪过失，
只有你知，阮有犯罪，时常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怜悯，阮为着一切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恳求你为着你所疼的囝，赦免阮的罪，甲是阮厌恶阮的错误，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至信、至仁慈的爸，恳求你帮助阮，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你的道路。亲爱的主，感谢你保守国内疫情稳定。指挥中心疫情的禁戒移迟第2级到10月18号。对最近起有条件放宽部分的禁戒的措施，求主赐予咱伫生活中防疫，伫防疫中生活，赐予商店开业营运，互经济复苏。愿主会听，甲咱同在。顾念台湾的百姓，嘛继续为着家庭中有学生、长辈、亲人要注射疫苗的来祈祷，求主赐下平安，也帮助搁咧等待疫苗的人来祈祷，求主赐阮赐下机会，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伫后礼拜临时会员和会的选举，求主来掌管带领选出合伫你心意的人，有对你来疼心甲耐心来服侍，有对主来的公义甲智慧来引带，求主来祝福阮的教会。阮的祈祷无完全，只是阮要用主耶稣基督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市，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咱继续来启应，启应文第64篇，就是雅各书第1章。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人善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就会离开。毋过有地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得坚守的人。因有义务实在去实行。
若有人想讲家己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请咱继续来吟诗信诗379首。愿我话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大家坐咧吟。用今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因为咱是上帝创造的，伊通过基督耶稣创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准备爱咱做的好事。
以上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探伊的话人。这是要请新德市基督教联合关怀协会执行长李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独一无二的我成为大我”。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兄姐姊妹平安吼！我是乌仔甲汉子生囡仔吼。其实阮爸爸是客人，我伫台南大汉，毋过我的葫芦话实在毋好，大家包容。我伫永康长老教会大汉，毋过我伫外口差不多超过40年咯。30几年安尼，感谢俄罗上帝，我嫁互一个香港人，所以我无机会讲葫芦话，毋过转来公园，感觉转来咱的外头厝共款，所以我若讲了无好，大家当甲我包容，安尼会使袂？会使吼，多谢。我有一个影片，我先看一个影片，好。大家来看一个影片，就帮我播放，谢谢。声音可以大一点。新竹基督教联合关怀协会正式立案于民国92年，在正式成立之前，一直以新竹同工联导会的名义运作。同工联导会成立于民国46年间，当时在新竹区的教会前辈们为力行基督精神，联合新竹地区不同宗派的基督教会及事工团体，一同服侍新竹地区，成立至今超过64年。联导会一直努力维持开创时期的使命，更成为台湾地区性联合事工历史最长的组织之一。在这超过一甲子的历程中，联导会除了扩大连结新竹县市教会，办理多次地区性联合聚会之外，还因应社会的需要，集中教会的力量，迅速做出反应。如921大地震、民国93年间坚持5风、爱丽风灾等，关怀新竹地区弱势家庭，及时捐款给急难家庭，并长期提供协助。民国92年成立法人单位后，也与政府公部门取得正式管道，关心政治从业者，推动福音育工。尤其每年的新竹区复活节联合崇拜，是凝聚合一、关怀社会的指标行动。无论是在禁食祷告中安静体会耶稣为人受苦的心志，还是在欢庆主日里点燃对新生命的期待，千年以来的事实是，复活令人振奋，同时也需要操练。当我们默想与学习关于复活的生命，基督的复活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延伸到我们的城市。每年新竹复活节，众教会透过纸盒铺满、奉献捐书，极力地将复活是上帝的大能，关怀是我们的责任这样的态度加以实践，期待集结大家的力量，真正让耶稣复活的生命态度成为新竹地区的文化。圣经中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新竹众教会的集结，渴望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爱神所宝贝的每一个家人，使每一个在起跑点上缺乏资源的人，有全新的可能性和祝福。为此积极推动原住民、客家、闽南与华语教会所有新竹县市牧者合一同行，成立职场小组、职场策略联盟，连结商业团契、全福会，以服事回应广大职场需要。
开辟线上课程，扩大影响力，并为职场年轻人创立 NGU 俱乐部平台。圣经雅各书1章27节记载，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展望未来，在教会的合一基础上，长期关怀急难弱势，并透过关心家庭、教育与职场，进一步得着新世代。从新竹联导会到联合关怀协会，牧者相爱合一，只有团队，没有英雄。期待成为城市与家庭的后盾，带来全方位的正面影响力。联合关怀转化城市，同心梦想需要你我携手同行。新竹基督教联合关怀协会。Amen， 感谢主，感谢主吼，阮伫遮会当来看上帝伫圣地做了安尼的代志，是60几年来咱的长辈吼的牧师，以前咱共和教会的牧师，甲圣地长老教会的牧师，是开始即个时间的开始吼，60几年前，中正长老教会甲新竹长老教会牧师，吼，甲几个国语的牧师共地开始即个联导会吼。我来分享我的内容。好，对。多谢大家为阮兜的祈祷吼，我知影阮兜的名一直伫公园长老教会周报足侪年吼，足侪年当中，大家为我的囝祈祷。当时伊的确真困难吼。伫遐医生讲伊一世人拢会是安尼吼，靠机器为生吼，因为伊的身躯有足侪的肿瘤吼。毋过伫2016年的时阵吼，伊会走，佫会跳咯吼。即马足健康的，咱拍拍感谢咱的耶稣吼，多谢大家的祈祷吼。好，这当中发生这个代志，互我来思想我的人生。我伫原来工作21年吼，伫2016年的时阵，我妈50岁。伫我50岁的时阵，我有一个祈祷吼，因为上帝医治我的囝，我望我家己会当离开那个舒适圈吼，所以我做即个祈祷，当时足疼我、足爱我的一个牧师，就甲我讲：你毋通离开迄个工作，因为原来迄个工作呢，差不多有1000人吼来甲我同工，所以非常的同心哈，所以伊刚刚我若离开迄个工作，我将来真困难有遮好的工作来甲我共齐吼来发生。毋过当时我就是感觉我的人生就是定义时刻吼，就是我面对安尼困难，我有足侪选择，甚至我有这个。面对安尼代志，我要逃走的时阵吼，我要安怎呢？伫即个时阵，咱做决定吼，会互咱是一个好的决定，一直有好的发展，还是歹的决定，互咱有歹的发展呢？所以即个时阵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讲结婚，比如讲换工作，比如讲咱的教会选择，拢是一个定义时刻吼。我感觉上帝互我安静伫个面头前，我真正着离开我原来工作。那当时其实我以为我一世人吼拢无工作，我以为我着一世人无头路。伫即个时阵呢，咱会当重新看咱的人生的意义，看咱人生的目的。看咱人生的身份，互咱明白哈，我们怎么样走到我们当行的天命哈？我巴不得有一个长老来帮我翻译，感谢了主哈，感谢主，你们都会听华语哈，感谢主。
这个时阵真正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相信上帝伫咱中间，互你重新相信自己，帮助你冲破逆境，让你活出唯一的自己，找到当行的天命。虽然这个时阵你感觉足侪困难，伫你的面头前，也是你感觉足迷惘的，毋知影安怎选择的时阵，其实这个时阵是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互你重新定位自己，重新找到你生命的北极星。那在这个时阵，上帝互我就做了这个决定，50岁就是知天命的时阵，我就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做好的时阵，其实我是无头路的。我伫厝祈祷的时阵，我的先生就甲我讲：不要紧啦，你无头路，你就伫阮兜你就做皇后伊讲咱的厝有皇后，咱的厝就变成皇宫安尼较好啦你看一个丈夫若有智慧，甲你的太太讲有智慧的话，恁的兜就有祝福，安尼好也毋好？真好所以丈夫定定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囝儿讲有智慧的话。一个丈夫若对你的太太，将伊当作皇后恁兜就是皇宫这个丈夫就是皇帝安尼就好，安尼好也毋好？好太太拢讲了，足应了足大声的感谢阿拉主。那当时我是无头路的，我就伫厝咧祈祷。后来呢，我就去中国去对岸宣教的时阵得到4个工作，我就从杭州打电话给我的先生讲即摆有4个工作，咱要安怎选我先生就甲我讲，伊的祈祷第一，阮的工作一定爱伫圣地，因为上帝予咱的呼召是圣地，毋是走来走去就是希望是圣地。第二，伊的愿望是足侪牧师会当定做我即个牧师的做解所以伊愿望我毋是一个人走来走去，然后真辛苦后壁无人甲我祈祷。伊愿望有足侪牧师成为我的后援伊会祈祷。第三，伊就是讲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兴起下一代为了少年人会当做一寡代志。所以呢，为了这3个祈祷，我就做了决定。这个决定我就是来联祷会当时联祷会就是拄带大家看这个影片阮做3项代志。第一项代志是教会合一教会大家三甲斗阵合一才有力量，合一才有影响力所以差不多100个牧师伫联祷会内面安尼同行，这是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工作，咱就是来看顾上帝所疼的迄个小子那些孤儿寡妇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家庭是一个较弱势的家庭这是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呢，就是做职场宣教伫职场咧传福音，伫职场做上帝光、上帝盐，伫职场带出这个影响力这3项代志那我就来联祷会。我来联祷会以后看见你看这相片内面的这人离咱公和教会开车驶车袂超过15分钟的所在，遮困苦的人今年更加困难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为这些家庭发出100多万的一个这样急难救济金在这个困难当中，我就感觉我毋茫为囡仔做较侪代志，因为有当时这个家庭困难，有可能是这个爸爸妈妈较无能力，还是爸爸妈妈有当时不负责任那么个囡仔是无辜的，对不对？大家阿门吗？囡仔是无辜，所以我就想为囡仔做较侪代志所以我就圣诞节的时阵，我就为囡仔做
一寡代志，我请大家同齐一起来做，阮就来为囡仔来请因写吼，因有啥物愿望。啊，有一个囡仔就讲伊无外套吼，伊无外套吼，因为咱即马寒人的时阵，愈来愈寒，愈来愈热吼，天气越来越极端吼。啊，伊住伫山林吼，所以足寒，伊就讲伊要一个外套。啊，有一个囡仔讲，因为因妈妈吼，一个人要请用三个囡仔，所以伊讲伊无爱家己的礼物，啊，毋过伊毋望伊的礼物是文具吼，安尼妈妈就毋免开钱啊吼。那有一个囡仔讲，伊要一领裙，伊毋望伊有一领裙穿落来吼，敢若伊会感觉家己是一个公主吼，公主台语要安怎讲啊吼？公主就是吼，伊毋望家己敢若亲像一个公主，啊，毋过伊讲伊迄领衫毋望是乌色的，恁要看觅是为虾米？对，较袂垃圾。啊，迄个囡仔才7岁尔呢，7岁囡仔要一领衫惊垃圾。啊，伊也特别讲吼，讲要较长的，因为伊要穿足侪年吼，因为伊拢无裙啊。啊，遮个愿望吼，写转来的时阵，其实我拢好足一届吼啊。因为当中阮找到心得吼，那爸爸还是妈妈处理人伫监狱内面，啊囡仔18岁以下，伫咱心得读书，这囡仔我一个一个甲伊找出来，啊，请因写因的愿望吼，因为囡仔是无辜的，啊，过来就是低收入户的囡仔，啊，另外一种是新住民哈，新住民要安怎讲？新住民哈，的囡仔安尼。那最近阮找到足侪新住民哈，是菲律宾来的，啊，住伫迄无起好的厝内面，啊，生出来红婴啊，讲没有尿布哈，所以今年阮也会帮他们募尿布给他们这样。所以安尼算了哈。嘿，咱一个一个愿望，囡仔，这拢是囡仔的愿望啊。咱伫圣诞节的时阵，甲因来完成因的愿望。然后除了这个礼物之外，阮内面有包迄个礼券，哈，包礼券。所以今年咱慢慢来做，哈，来邀请咱公和中央教会咱的家人，哈，咱大家一起来做，哈。咱要找500份安尼礼物吼，即马囡仔拢咧写因的愿望。啊，阮的同工吼，阮的社工会去一个一个甲伊量，比如讲伊若要球鞋，吼，阮去甲伊量，迄鞋是偌大双，伊的衫是偌大件，啊，阮会甲伊写好。啊，写好以后吼，阮甲囡仔讲吼，迄礼物吼。差不多价值是500块，然后我那个给他们500块的礼券，哈，互囡仔会当买，伊会当食的午餐还是晚餐，好安尼。所以咱的预算差不多是安尼，好。那即马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哈，请大家为阮祈祷，安尼好。过来是阮搁做的代志是，好。啊，今年发生一件足奇妙的代志，这个代志就是大家拢知影，因为疫情的缘故，5月、6月的时阵足困难的。有一个困难就是咱新地的家人哈，就他们种水蜜桃，泰雅族在新竹的山上种那个水蜜桃，水蜜桃不要讲，好，恁拢知哈，好。那个水蜜桃很脆弱，所以它不能随便寄，它一定要低温宅配，就像我们的疫苗一样，它要冷链，哈。所以那个低温宅配的业者，在5月、6月的时候，因为大家拢伫厝内面，所以大家买菜拢是伫网络买，所以那个低温宅配的业者的水蜜桃，我们这些泰雅族的家人说，我们今年不能帮你们运送水蜜桃。所有的水蜜桃都要这些农夫自己种了以后，一一送到
买的人家。那失去这个平台以后，所以水蜜桃全部卖不出去。所以我就在5月、6月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呼吁全新竹的众教会来认购水蜜桃。恁有吃到无？恁有买对不？好，无有啦，有啦，应该是有人有啦哈。然后我们就认购了水蜜桃，那新竹联导会也认购一批送到新竹所有的医院去。谢谢这些医护人员为我们守了2年，非常的辛苦哈。那足奇妙哈，我做牧师做了一世人哈，我真正哈跟因并肩作战，把水蜜桃卖完哈，而且卖完水蜜桃，卖了一座山的水蜜桃。卖完水蜜桃以后，我还卖了红柿哈，所以那一阵子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你在无影响哈，我跟我改行卖水果去了哈，因为那影响他们一家人1年的生计，好，因为水蜜桃是1年1获的水果，好，所以非常的重要。那当时这件事，因为我写了一封信跟大家说明困难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新竹县市要来认购？因为新竹县市才是他们开车可以送货的地方嘛，好，所以呢，我们希望新竹县市大家起来认购。那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传来传去，就传到新竹县长的手里。所以县长收到信后，伊收到批哈，伊就拍电话给一个长老会牧师，因为我迄张批是留一个长老会牧师的名甲电话，所以呢。馆长就打电话给长老会牧师，牧师接到电话，就甲伊讲困难伫倒位。县长就讲这毋是恁的代志尔，这是咱做父母官的代志吼，咱应该来做吼。所以他就用整个县政府公部门的力量，就来认购了水蜜桃，然后来推展水蜜桃。所以有他加进来吼，那个水蜜桃就卖得非常的快。那我们就卖完了以后，我们还买了水蜜桃去谢疫情中心、新竹县市的政府哈防疫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都送水蜜桃去谢他们。他习惯用联导会的钱去买来给因多谢安尼。多谢吼，这个奇妙代志唔是一家就停落来。多谢的时阵，我就甲馆长讲吼，馆长。阮有一个祈祷会吼，我望你会当来吼，是咱的新竹的祈祷会吼。这个祈祷会对美国开始都是总统参加的祈祷会。咱是伫新竹办，所以阮望新竹的官会当上来这个祈祷会来祈祷，伊就答应我吼。伊不只答应这件事，还答应帮我们明年复活节新竹县体育馆的场地免费给我们使用那因为这样，我们就2次去拜会他。大概去甲伊见的时阵，我有甲伊馆长讲馆长，你知影上帝是咱独一的上帝咱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咱来甲你祈祷好唔好大概馆长拢讲好昨祈祷会就是昨发生这个祈祷会伫昨阮就伫祈祷会时阵，馆长唔大家来一带专管县政府里面所有的1级主管，每一个都来跟我们一起祷告，为咱的经济祷告，一起为我们的疫情、为我们的家庭、为教育、为新竹县市每一件事情祷告，而且我们都同声开口祷告3分钟以上馆长拢甲阮斗阵祈祷了阮牧师甲伊祈祷，伊拢伫遐足谦卑，互阮祈祷安尼这项代志是我感觉足感动的，因为开始，咱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心，想要帮助水蜜桃的贩卖，可是事情却是影响整个县政府整个所有县政府所有的官员通通来，然后议员、立法委员通通来新竹市嘛有来人较少新竹县完全每一个拢来无减一个上帝做这项代志，互我足感动的，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阮请弟兄姐妹都在线上参加这录影都在线上，大家之后你们可以去看寇绍恩牧师讲道
非常的感人哈，哇，就感动哎。然后我们一起把新竹县市献给上帝，我们一起说兴起发光，新竹亮起来哈。好，让新竹成为一个上帝使用、上帝影响台湾、影响华人世界的一个地方，然后一起献上这块土地给神啊。那这些新竹关的馆长甲这所有的官员哈，拢斗阵做这个祈祷，我心内足感动的啊。所以我本来无应该今日来咱共和教会，因为本来我甲黄牧师讲好是12月26号哈。为什么今日本来我袂当答应？因为过去这个礼拜拢无用这项代志，所以我唔敢答应今日。啊，毋过后来黄牧师打电话给我讲，你会当今日来无？因为我要去新竹中央教会，你来讲好唔好？我做带吼，我带毋是带讲道，我是带我好老的讲啊毋好啦。毋过这项代志，就互我祈祷。我咧祈祷的时阵，想讲，迄当阵讲的时阵，昨昏的代志还无发生。毋过我就想讲，刚好是祈祷早餐会的隔天，哈，是不是上帝要我来告诉公园长老教会的人说，神在新竹做了大事？神真的在新竹。如果台湾是一个耶稣基督拣选的心腹的话，新竹是什么呢？你们觉得？对不对？整个人，如果台湾是一个耶稣最爱的那个心腹，你想吼，全世界吼疫情保护了上好的国家是啥物国家啊？咱台湾嘛，是不是上帝上疼哪一个国家呢？上帝最疼爱、最宠爱哪一个国家呢？台湾嘛，吼。那台湾这个国家，若是基督的心腹的话，那个基督的心腹的心族是什么？是心脏啊！好，我们拍手，谢谢耶稣拣选我们做心脏。心脏多么重要！而这个心脏呢，我们可以影响政府，我们可以影响各行各业。好，这是我们现在的，咱今麦来做的代志，就是望专心的基督徒到顶伫这个职场带出一个影响力。哈，所以我来做这个新媒体来影响少年人。所以望大家来为阮祈祷，来跟咱共齐行吼，斗阵行，咱就爱斗阵行。可以当来影响吼，所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会当来跟我来甲我讲吼。咱会想讲，咱每一个人出生拢是安尼，上帝早就拣选我们有一个意义，有一个目的哈。但是如果我们自我中心、偏行己路，咱活大家的路吼，得安尼行。毋过上帝对我咱心意是有一个标杆，迄个标杆就是十字架，阿们吗？吼，咱的十字架来引带咱来行咱的道路。伫圣经当中呢，希伯来书11章哈，有足侪信心伟人哈，在这些上帝所称为信心伟人，这些人，他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无？有软假无？有。毋过为什么因是信心伟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样的结果，就是他们在工作的职位上跟属灵天国的位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角色，并且为主活出一个命定。哈，不管他是软弱的，他是残缺的，他是有很多缺点的，但是神都用他们完成了一件神透过要他们完成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把我们一生当中要做的事情叫做志业的话，我们最专心做的事情，咱专心做的事情叫志业。为家庭主妇有没有志业？可以回答我吗？有。那学生敢有志业？有哈，拢是有哈。所以咱得爱为上帝来做上帝要咱做的代志，迄代志是无。能够带出影响力的，不跟别人比较的，就是这个经文哈。咱就是上帝的工作，伫耶稣基督内面做成的。上帝
做啥？咱这个工作要做啥物呢？要咱做美善的代志，美善的事情哈。上帝早就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做美善的事情哈。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大卫，以大卫为例子哈。他的人生高山低谷哈，有很多逃难的岁月，有很多艰难的岁月哈，包括他的家庭有幸福无？无吼，本来的家庭无幸福，后来结婚的家庭嘛无幸福，因为因爸爸有会家记的无？因爸爸有会家记的无？无哦，一个爸爸连他的儿子都不记得。当时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人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去因兜的时阵，因爸爸有甲大卫叫回来无？有啊无？无，一个囝伊拢会袂记。为什么？因为伊的心拢是大汉囝，伊的心就是大汉囝，较水、较有能力、较厉害，吼。所以伊的心挂念的伊的大汉囝，就有一天，伊终于想起来，我有个小儿子叫大卫，伊就叫伊回来，伊讲：来，你去送饼互恁哥哥吼。啊，伊遐有好无？跟伊写一张批甲我讲吼，伊有好无？所以大卫才会去那个地方。一去的时阵看到吼，哇！以色列人彼此在说，哇！上这个有一个人咧舞救人吼，啊，这个人吼叫歌利亚，歌利亚伫遐咧创啥呢？伫遐咧讲，哇！恁的上帝敢有用啊？恁的上帝无祝福恁啊？伫遐咧一直在侮辱永生神的军队吼。迄当阵大卫说什么？伊讲：我做了啥物？我来减无缘故吼。即句话足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吼。伊无问别人讲，你做牧师做了啥物？你做长老做了啥物？你做执事长做了啥物？伊问伊家己吼，我做了啥物？我来减无缘故。即句话非常重要。咱做爸爸，咱做妈妈。那会讲请养咱的囡仔的时阵，毋是替咱的囡仔做了代志，是望咱的囡仔会当问家己讲：我做了啥物？我来减无缘故。我的性命是会当祝福别人的性命。我的活命是因为上帝无限大，上帝爱咱到底。所以，咱行到什么所在，就要将上帝祝福带去迄个所在。阿门吗？好，感谢了主哈。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目的，是在我们没有生下来就预定好的，而这个目的是在跟神交通，不断的跟神交通祷告，甲上帝加三交配中间，咱会愈来愈明白上帝创造咱是为着啥物。有一个上大的原因，就是要互咱行善哦，互咱行出好的代志，互咱做好的代志。吼，我要用这篇电影甲咱分享吼。这部电影叫做《不完美的正义》哈。那这部电影啊，因为我有写稿，我想看我的稿吼，我的稿写台语写到半暝。打困2点钟吼，足痛苦的，啊，毋过学了足济吼。这部电影叫《不完美的正义》，鼓励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它是真人真事。那这张照片呢是电影的剧照，可是事实上这个电影里面讲这个人哈，你如果去 Google 他会看到他在 TED 有一个演讲。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在哈佛法律系毕业以后就拿到律师执照。一个黑人来自一个这么贫穷的家，他拿到律师执照，第一应该是赚钱，对不对？伊无去赚钱而已，创啥？他跑去一个非营利组织哈，帮死刑犯来义务律师，当死刑犯的义务律师。因为以后在美国所有的死刑犯，他发现他们大多就来自非常非常弱势的家庭，他们会犯下死刑案的案子，常常都是有很多的问题，
好，自己的家本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要去帮助他们应有的人权，或者其中有一个死刑犯是基督徒哈。当时明明那个死刑犯在教会聚会，全教会的人都可以为那个死刑犯做见证，说其实伊当阵伫咧礼拜，伊根本无去杀人，啊，毋过因为伊无法度请不起律师，所以他就被冤枉了，而且被冤枉了20年哦。这个真人真事的律师哈，帮那个死刑犯打官司打了20年之久。才让那个死刑犯完全洗清冤白，而且洗刷冤白以后，1块钱的那个补偿费都没有拿到，非常的惨哦。那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介绍这部电影呢？因为这个人的演讲的时候说一句话，他也有出一本书，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哦。他说，跟贫穷相对应的词句应该是什么呢？我想讲善车，那无善车应该是有钱对唔？伊讲唔是吼，你若善车，另外一面应该是正义。好，这个是我的闹钟，我因为限时3分钟，告诉我不可以超过，对我自己设的。好，正义。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公义、好怜悯、出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每一个角落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这世界上就不该有贫穷。这是他从圣经里面提出来的一个态度。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所以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是，我今天讲所有的信息，不是在讲联导会做啥物伟大的代志。我起码主角是在座每一个人，是你安怎来回应上帝？你的一世人，你的上帝给你的能力，上帝让你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给你的个性，这3样会带出你的热情。这个热情，如果你用上帝的使命、身份跟意义来主导你的人生，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世上的职位来回应属天国的呼召。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互咱活出上帝，互咱的一世人是足水的一世人，不是无艰难，不是无艰难，是活出上帝伫咱的旨意，伫咱身躯顶的旨意。互咱会当完成上帝的同在，阮来祈祷好唔好？当咱来祈祷的时阵，我来望咱当中每一个人，你望讲，你将你的性命交给上帝，每一天求上帝来对咱来讲话，互咱做的代志，互咱会当找到咱这世人一个职位。能带出属天的一个呼召和命定，就像大卫一样，他除了为上帝建立一个最强的国度，他成为弥赛亚的祖先，他为上帝准备了一个建圣殿的材料。好唔好？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上帝讲：我伫遮，你呼召我；我伫遮，你使用我。我们可不可以按手在你自己的心上，为你自己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每一个人同声，让每一个人来同心来祈祷，为你大家来祈祷。耶稣，谢谢你，赞美耶稣，谢谢主，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主，主耶稣，主耶稣，主，谢谢你，主。亲爱的上帝，你听见咱每一人祈祷，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的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给我交好耶稣。感谢牧师的讲道，来今回应的是。信息548首，
我是为基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咱会当透过邮局，若是汇款的方式来奉献。请咱来吟信诗382首。请起立。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所赏赐。阮的智慧、财富甲机会，拢是对你遐来的。愿上帝互阮成做逐项恩赐的好管家。此时献上阮的金钱，为你所用，表达阮的感恩，尊荣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本主日欢迎李牧师代表新竹市基督教关怀协会来请安报告，伫2场的礼拜中来讲道。后礼拜主日，连下礼拜中要来召开临时的会员学会补选场集，小会公告搭伫各个楼站、广播栏、甲周报的内页。若有任何无详细所在，请向小会书记黄启修长老，也是黄牧师来提出修正。请兄弟踊跃来参加。当日嘛要来发放本会中央节的礼券。后礼拜主日，连下礼拜了后，要来召开
中级的事工会议，请原任甲新当选的中级出席来参加。地点是7楼的副堂。妇女团契顶礼拜三有改选，新的会长是李春菊执事，副会长是陈美心长老。双联团契10月22到23号要来举办尖石薰衣草花园时尚温泉度假村的灵修活动。10月22号8点10分，伫新德火车站要来集合出发。近期的新地点是定11月7号伫2场礼拜中来举行，请兄弟预备心来参加。总会甲台湾的圣经公会合作出版的现代大基本的汉罗版的圣经，新约甲旧约全书要伫10月出版。预约的价销是每一本是650块。预约的时间到10月底。若是兄弟要来预约，请伫10月24号进前伫1楼的服务道来登记。本会网络转销的奉献方式，请兄弟来注意。以上报告。然后我们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林依琪。欢迎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吟祝福册签的诗，信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金丝线要请雷牧师来就导，请起立来吟。咱又徛起来祝福，愿耶稣基督恩惠、上帝疼痛甲慈爱、圣神的交通甲感动，甲咱伫地即时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彼得、谢温讲授册签。